最豪苑啊！之前大家有冇睇過？之前都係賣毛坯嘅，個價錢咧仲要1萬出頭。咁而家呢一套單位咧，發展商要清出嚟啦，真係特價單位嚟嘅，包埋所有嘅裝修啊，單價8888蚊，100萬買㗎呢間單位。咁就112方嘅建築面積，3房2廳2衛，一個大露台啊，全部嗰啲風管機嘅中央空調、恆溫冷氣全部都包埋嘅，所見即所得。點會咁強調呢？因為呢度之前係賣緊毛坯嘅，毛坯都要1萬出頭，但係而家計翻落嚟8888蚊嘅單價，仲要拎包入住喎。你沒有聽錯啊，真係拎包入住啊！呢套單位係之前咧作為一個展示嘅一個工藝品質咧推出嚟俾啲睇樓客嘅，咁而家就清盤啦，咁啊清埋呢一套交樓標準，嗱全部風管機全新嘅，咁好似呢個博愛七路啦，翻香港入方面啦，隔離仲有呢個天逸會 Coco City 同埋富日城，嗱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評論區666，我發詳情俾你。